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欢迎来参加祷告会。现在邀请大家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敬拜，因为耶和华已经行了大事，我们一起来敬拜他。我们一起来拍手。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铺张云彩挡着盖，夜间使火光照。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在干旱之处使水流成河。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铺张云彩挡着盖，夜间使火光照。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在干旱之处使水流成河。我们要欢呼，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欢呼，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欢呼，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依靠神，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再一次说，我们依靠神，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哈利路亚！我们将掌声献给这位行了大事的神。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请坐。让我们继续来赞美，因为主的应许是丰盛的，是丰富的。主的保守永远在我们的脸上。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继续来赞美，以这首诗歌《丰盛的应许》来赞美神。保守你所爱的，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宠于你的棚器，放我在你的手心。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去神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拯救荣耀全都归于你。我等候主，我等候主，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世界也不能夺取这美好的旨意。我等候主，我相信
你旨意高过我意，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护庇永远不离。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放我在你的手心。我等候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去神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我等候主，我等候主，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世界也不能夺取神美好的旨意。我等候主，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的，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我等候主，我等候主，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世界也不能夺取神美好的旨意。我等候主，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的，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看见美好，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是的，主，谢谢主。我们继续来赞美主，主，求你的圣灵亲自的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在你的宝座前献上我们的敬拜。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前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圣灵的江河，圣灵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流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定息，圣灵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是的，我们一起在神的宝座前一起来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的运行这地。哈利路亚，圣灵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流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圣灵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圣灵，圣灵，圣灵，请你来。哈利路亚，圣灵江河，圣灵求你主，圣灵求你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
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生命的江河只有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再一次欢迎圣灵的江河，圣灵的江河流啊流，只有永流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生命的江河只有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生命的江河流啊流，只有永流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生命的江河只有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欢迎你。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呼求圣灵与我们同在，启示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经历到神丰富的恩典。我邀请大家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邀请圣灵在我们当中在掌权，邀请圣灵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邀请圣灵来感动，让我们明白他的真理，好叫真理使我们得着自由。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邀请主圣灵你来，我们渴慕你，圣灵赐下你的恩典，赐下你的能力，赐下你的启示，让我们更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更明白主的救恩。谢谢主，谢谢主，让我们有福分一起来祷告，借着祷告经历到神你丰富的大能，借着祷告更进入到神你的同在。主圣灵，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邀请你与我们同在。此时此刻，我们邀请你透过你的话语来启示我们，因为主圣灵，你的工作就是启示我们，让我们真知道，让我们明白主耶稣的真理。你也借着主耶稣的真理启示我们，让我们能够得着自由，经历到神的同在。主，谢谢你，今天晚上我们一起祷告，不管是现场的或是线上的，我们也要见证到神你如何在我们生命当中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也按照你的心意来成就。谢谢主，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因为如果没有你的心，我们心窍被圣灵来开启，我们就懵懵懂懂，没有办法明白。主，谢谢你，我们将此时此刻交托仰望，愿你自己来带领。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一起来看一段的经文。今天我们迦南之声了吗？我们灵修了吗？灵修是我们跟神之间美好的关系。我们今天读诗篇第几篇？7到8哦。我们要带大家来看诗篇第8篇1到9节哦。我们一起来读，来，上主我们的主啊，你的伟大彰显全地，颂赞你的声音上达诸天，婴儿和幼童一起歌唱。你建造巩固的堡垒，防备敌人，你阻止仇敌对你的攻击。我仰视你亲手创造的天空，观看你陈设的月亮星辰。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必朽的人算什么？你竟关怀他。然而你造他仅低于你自己，你用光荣尊贵做他的华冠，
你让他管理所有被造物，把一切都放在他脚下，牛羊、荒野的走兽、空中的飞鸟、江河的鱼类、海洋的生物，都归他管辖。上主我们的主啊，你的伟大彰显全地。感谢主哦，我们透过刚才的经文，你有看到这位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快点下啊！看到他的创造，还有看到他什么？顾念谁？顾念我们。人算什么？但是他竟然顾念我们。我们有时候在自哀自怜的时候，人算什么？但是他却看重我们。后面说什么？你照他仅低于谁？仅低于神哦。所以我们身份尊不尊贵？尊贵。跟你旁边说，你是很尊贵的哦。线上的朋友，你们也可以互相说，我们都是很尊贵的哦。所以有时候我们我上上，我剩上，对不对？有时候我们都会贬低自己的，我没啦，没啦。我常常跟弟兄姐妹，我这样祝福他，我说哇，一定很棒啊，没啦，没啦。我说那没就没啊，你知不？你就说感谢主，阿们吗？如果你说没有，你就藐视这位神，你知道吗？不是吗？他创造你，他顾念你，然后呢，他把所有的管理权都给你，你不尊贵吗？所以我在准备因为现在轮到世界牧师嘛，从每一个人的角度会有不一样的看见哦。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小看你自己看上帝的话，不是只有听牧者哦。你可以先看过去，然后可能从你的角度不一样的看见，从牧者的角度不一样的看见。我真的很希望你自己有自己的领受。如果你不明白，你在听牧者的诠释之后，那加强你对这位神的这样的一个明白哦。我们在这个整个宇宙中，我们真的是很渺小哦。如果你爬过101最高的，你有谁去过那个东京的那个晴空塔？是不是？好，有谁去过？你往下看下去啊，人那一束了惊对不？你去101，我到101最高的地方办祷告会过，哦。那时候台北市长还是马英九哦。那时候是101是全世界最高的，所以我有幸可以就是举办全世界在最高的地方办这个祷告会这众教会一起在那边那我们长老会也在那边那不是说高就怎样，而是说看见你与神之间的距离是有多远，或者是多近。如果你常常跟他连结，你更认识他，你知道他的心意。所以我们来看认识神创造的奇妙工作，你就更谦卑自己，认识自己。除了谦卑之外，你也知道说你是尊贵的。因为我们比神小，我们没有办法赢过神。但是很多人就是说，我要人定怎样胜天，常常要做这些忤逆上帝的。我们就是我们回到，就是说我们来顺着神的心意，那你就会更能够去经历到神丰富的作为所以在这边第8篇。除了看见上帝奇妙的创造宇宙万物，最奇妙就是人。人有不一样的系统在运作，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皮肤等等这一些，人始终参不透。你说现在医学很发达，还是有它的限制，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位神
既然能够把我们的创造、我们的这些各部位都能够各就各位，如果不对位，你就知道，你就嗨啊，你知道哦？肠子给你小可安尼拍，这打结一下，你看看，开玩笑，对不对？但是我们就看到这位神，他是多么顾念我们，他为我们预备了一切，就是为了要让我们管理，让我们享受。虽然我们渺小，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创造我们的神是多大，在我们里面的是多大，你就不用自卑，是谦卑来到神的面前，倚靠他。第二个，我们要来看我们在上帝眼中的价值，这常常就是我们忽略了神的看法，去看别人的看法，对不？咱常常看人安怎看我，都忽略了神怎么样看我，所以过度因为别人怎么看我，所以我开始自卑，开始就是失能。原本你是有这个能力，你有那个能力，你知道？因为人跟你讲一句，讲你不好啦，哦，因为人说你这你很笨呢，因为人说你没有办法去成就这件事情呢，你的因为人的一句话就失去了这样的信心。但是我们如果透过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来看我们在上帝眼中是什么样的价值，是被顾念的。是比他还小一点，那比这大自然还大。但是我们看到他眷顾我们内在的需要，他外在的需要。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按照他们的形象造的嘛，所以我们带有神的 DNA 啊，对不对？所以你应该是很尊荣的，除非我们远离神的心意，除非我们做了神不要我们做的。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虽然渺小，但是因为神在我们里面的伟大，我们却能够创造出这样的一个更有价值的这样的一个人生。所以以神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人还有他人，你所看见的就不一样。如果我们常常用自己的眼光来看这个人看无、看衰。但神不管你怎样，他都看重你，不是吗？他看到你的价值，看到你可以承受这样的恩典。虽然有时候我们犯错，但是你还是可以得着这样的恩典。所以今天咱们要安怎底下来重新来检视到我们自己的身份，不要失焦啊！不要那个失焦，就是别人常常就是专注在别人怎么看我，包括我们牧者，你今天讲了无啦？你安怎？对，有时候，但是我们回到神的面前，主啊，你创造我们是多么伟大，你创造我们是多么奇妙，你创造我们有我们的价值，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神赋予你的都有不一样的价值哦。所以，当我们看重神在我们身上的这样的一个看法的时候，你就会胜过、会抵挡这些软弱跟自卑啊。你知道我所依靠的是谁，所以当你可以回应的时候，你就可以尽量回应说：神，我虽然软弱惧怕，但是靠着你加给我的力量，我怎样，凡事都能。我无法度，但是因为有你，因为有你与我同在，所以我能够突破，所以我能够成长，所以我能够怎样改变。所以当我们回应上帝的眷顾跟爱的时候，透过什么方式？我们刚才在那边，灵命更新部在那边讨论7月29要办一个祷告的营会。就是帮助大家、教导大家怎么样透过各样的祷告来与神连线啊。我常常跟这些慕道友说：你都该赖了，他们就听得懂了，然后就带他们来祷告。谢谢这位耶稣，谢谢这位上帝。然后对不起，因为不认识你，所以过去用自己的方式在寻求幸福的人生。
现在我要邀请你进入到我生命当中，进入到我灵、思想、情感、意志、身体。当他们这样宣告之后，奇妙的事就发生了，连慕道的朋友，他们都经历了祷告带来了看见、寻见，不是吗？然后我们呢？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都忽略了。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本钱，给我们这秘诀，给我们这样的管道，所以我们透过这一些的管道，能够来回应，能够来领受。所以我们可以透过祷告、祈求、感谢。刚才也在讨论啊，以前我们就排这些长子嘛，现在没有排哦，会不会自动来？有啦，有一些会来啦，有一些就哎呀，好高兴，我没有再排了。我们讨论就是说，希望透过自己的感动，愿意来参与嘛。所以当你明白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价值的时候，你要回应啊，不是只有一个消费者要成为什么？一个建造者，成为一个可以给的。今天我们领受太多了，太屌了，你知道吗？你没有出口了，就好像加利利海跟死海的比较。去过耶路撒冷，你就知道那个死海是有进怎样，没出了，所以死啊，没有生命啊。但是加利利海不一样啊，有进怎样，有出。所以你如果去加利利海，你就发现那个渔获很丰富。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希望，当我们领受神的恩典、眷顾，他顾念你，他成就在你生命当中一切美好的时候，我们愿意给，我们愿意分享，我们愿意很慷慨的跟别人分享。透过今天晚上，虽然只有一位，但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你把你所经历的记下来。神在你生命当中有好多丰富的恩典，记下来，不要吝于诉说神的恩典，而是要勇敢的、大胆的分享。即使是一个你刚好需要找到一个停车位，及时为你预备，那个都是恩典。所以我们借着祷告、感谢来敬拜他，让我们在透过神给你的恩赐来回应他。不然最后一点，至少你会祷告吧，你会代祷吧，你就可以为人来代祷。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经文来提醒我们生命的价值，在神眼中的价值，也再次提醒我们神怎么样顾念我们，我们也要能够来回应他。虽然卑微，但是当神你感受到他在你里面的时候，那展现出来是无人能敌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我们恳求你与我们同在，赐福我们，看顾我们，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经历到神你的话语向我们启示我们的价值。神你的话语帮助我们知道有圣灵的同在，知道靠着圣灵的同在，让我们进到神你的恩典、神你的带领、神你的医治、神你的供应里面。谢谢耶稣召聚我们，也让我们分享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一些奇妙的恩典作为。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祝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今仔日是阮第二区第二区的见证。那前3那个什么初选民调的时候，3不5时都会接到电话讲我是第几号我是什么人，是请你唯一选择唯一选择那个登记我这一位。那赶快，今天我们第2区也是唯一选择那个义军执事来我们来一起来跟他来领受神的恩典我们请义军。谢谢钟义长老，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那个我今天
会分享2则的见证，那其实都是跟祷告跟代祷有关系的。好，那其实我这个祷告见证会，我已经很久没有上来分享了。那之前前几年那时候，好常上来，几乎每一次我都上来，因为我觉得在做分享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开心的，因为有感受到神对我的恩典，我的祷告，我的祈求，然后神都应允我，所以我站在这里是非常开心的。好，那我就开始来分享我第1则，就是在上个礼拜2，因为上个礼拜2我那个内湖的工地有一个系统是要做会勘，因为我们已经快要申请使照了，那陆陆续续会有5大管线的一个会勘，然后那这一次啦，星期2来会勘是雨水抑制系统。那所谓的，其实我本来这一段不想讲，但是今天只有我一个，所以我这个时间可以讲。所以我说明一下了哈，让大家也大概知道一下，现在的建筑物包括不管是我们就是那个住宅还是那个这个都是会有一个在我们的基地周边都会有一个自设水沟，这个自设水沟。那自设水沟，然后现在雨水下来之后，全部基地的水全部流到我们的自设水沟，然后水沟再往我们的地下室、我们的阀机流，全部收下去，然后再满到一个程度之后，再往上打到计设水沟，打到原本那个政府做的那个计设水沟。那这样的一个系统叫做雨水抑制系统。那我们这一次就是要来会勘这一个雨水抑制系统。那其实我们自己在做的人不是都知道，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子做起来之后，他来会勘，我们大概有哪一些缺失啦？其实我们自己心里有数，大概知道哪一些是缺失，那哪一些是很怕那个来会勘的那个承办看到的东西。所以那在这之前，就我们是每个星期4晚上都会有那个小组聚会，那所以这一项这个事情也提出来，请我们小组员来帮忙代祷。结果当天我们不希望他看到了，他全部跳过，他真的全部跳过。其实如果他硬要抓的时候，那个甚至我们变成是整个地板铺面要挖掉，然后要整个叫怪手把它整个铲掉，然后管子重配等等的这些，严重到这个程度。可是但是感谢主，那个他没有来抓这个但是我要澄清一下，我们不是不良建商，我们这个是也不会影响系统，只是说它跟它的原设计有点不大一样，可能深度不大一样，这样子而已。那对，所以我嘛是个不离3种这样你要走的，我不是，但是就是感谢主，真的他就是。我们其实有很多怕他去看到，叫我们去做改善的东西。感谢主，真的那一天他都没有去抓这些东西，那也让我们后来就是补照片，然后简单的东西来做，开了2个缺失，然后叫我们补照片就好，他也就没有再过来了。真的是感谢主，我觉得这个有代祷真的差很多，像我们现在也遇到了一个问题，那个也是莫名其妙发生的问题。那这个因为时间还没到，所以我一直没有提出来，请大家帮我们祷告这样。所以真的发生了很奇怪的问题。那像这个雨水抑制系统，这个明知道有一些缺失有一些是很严重的缺失，可是他就是来看，帮我们就开了2个小缺失给我们改，真的是感谢主。所以我觉得这个祷告是真的是有功效，神是听我们祷告的。那第2个其实就在也是前几天的事情，那个星期6跟星期天我们去那个就是牧区的一个退休会，然后那2天在更早之前的气象报告、气象预告
一直那2天都是下大雨，80%、70%这样的一个下雨几率，真的，其实那个我跟我老婆，我们也想说怎么办啊？无猜要去遐佚佚佗2天，哇，结果下大雨，要怎么玩啊？然后对，就是那这个部分，因为其实教会这边的星期三的祷告会也都有提出来在代祷当中。那我们当然我们也有在祷告当中，你知道吗？这2天不是没有下雨，去到日月潭不是没有下雨，可是我的雨伞从来没有拿出来用过，真的，我觉得其实在场也有好几个有去，然后我相信他们也感同身受，很奇妙，真的很奇妙。除了我们从星期六早上从我家来到教会这里，可能有淋到一点点雨，再来真的完全没有拿雨伞出来，在车上一直下雨，然后去到台中清水休息站没有雨，很奇怪没有雨，然后继续走，我记得西湖，对，西湖，不好意思，西湖休息站没有雨，然后继续走，我记得当中还有下一点小雨，然后去吃午餐的时候，当中也有下来，可是完全没下雨，好奇怪，真的没有下雨。然后下午开始在上课的时候，其实外面也是在下着大雨，可是我们人都是在那个教室里面，也完全没有淋到雨，就是很奇妙。然后当我们好结束了之后，可能又会出来，可能逛街什么之类的，然后没有，又是没有雨。那隔天早上，我们一大早，我们有去就是跟陌生人，然后福音初级，对，做一个福音初级。那一大早也都是天气都非常非常的好，然后还有再来就是去游湖，然后吃午餐这样子。其实到吃午餐这一段，我觉得中午吃午餐那时候天气就开始变很闷，开始乌阴嘛，然后很闷。然后我记得我就是上车，然后离开，就是还在，就是已经上游览车，然后还在那个日月潭的这个范围内，好像就已经开始下雨了。那真的是感谢主，我们出来在外面的时候完全没有下雨。然后在车上或者在室内的时候，它才开始下雨，真的是感谢主。所以我觉得代祷真的是很有用。所以其实我在这边可能不管是我们现场的弟兄姐妹，或是我们线上的弟兄姐妹，其实我建议大家，我也鼓励大家，不要吝啬你的祷告，或者是不要吝啬为大家来做祷告，来做代祷。那还有刚刚我们牧师也有提到。要常常去数算上帝的恩典，好像有一点小事，其实有时候像刚刚第一个见证，我这个其实也不算什么大事啦。但是我就觉得，这种东西真的很奇妙。没有祷告的话，可能又莫名其妙蹦出一个什么奇奇怪怪的问题啊。但是有祷告，大事就化小。对，然后有祷告的话，明明是下雨天，我们就是没有淋到雨，2天都没有淋到雨，很奇妙，很奇妙，真的很奇妙。所以时时来数算上帝的恩典，然后时时来为大家来祷告，为自己祷告。好，谢谢各位，我的分享到这边。谢谢的确那个不要吝啬于祷告不要吝啬于祷告。讲到拜六礼拜。我有一点点感想就是讲拜六，我以往上课我都喜欢坐到最后面的最后面，喜欢离门口比较近，要出去摸个鱼什么的。结果坐没多久，就被那个处语长老说，那个我们工作人员要坐，请你坐到前面去，就一坐到第一排去了我上礼拜晚上。我比较晚睡觉，睡了大概，而且比较早起睡了大概5个小时而已。车上稍微眯了一点点一般下午开始嘛，一般都会打瞌睡。那结果，那刚真趣味，有一开始上课上到暗时安尼拢无打瞌睡，拢无打瞌睡。
啊，到尾的时阵，牧师讲，隔天要策展，当中我还一时之间唔知讲什么策展，我想策展，我以为要看什么展览，你知道吗？啊，是不要讲啊，要那个一组一组啊，隔天爱去的那个福音初级哈，好，那好接到任务，这隔天早上知道接到任务福音初级，那接到之后我就跟，因为我喊松威长老啊，那个谁主任还有伟宏。那主任在忙，所以我们3个，然后就开始讨论说，要怎么走哪个路线什么的。我行，去行的时阵，拄我出去的时阵，有碰到，然后就跟他那个说祝福台湾平安等等。啊，中间也有被拒绝的，但我安尼整个回想起来，觉得，然后迄种陌生人呢。啊，你知影我面皮也不是很厚的人啊，所以要去的时候，真的心里也有时候担当，有一点那个胆怯啊那种哈。啊，还好我有伴，所以有一点点胆子可以跟他讲说，我们一起来为台湾祝福这样子哦。那大部分的都很乐意的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体乱下来哦，就。至少我们当天，我们整个团体当天可以接触，至少应该是有200个人，哦，200个，因为有10组嘛，哦，10组，一组就10张的祝福卡嘛，那我觉得可以至少有200个人为了台湾来祝福台湾平安，我感觉这样的效果是很好的。那当然也另外方面，我想到讲，头先稍微有点胆怯。但是我们只要跨出脚步，当然只要愿意跨出脚步，踏出我们舒适圈，主会引领帮我们开路的。好，因为多开戏真的心里有点担忧，说到底这个10张能不能发得出去什么的。但是当然我们愿意为了主，愿意来跨出我们舒适圈，跨出我们脚步的时候，主真的为我们开路。好，那10张很快的发完了啊，也遇到不同的来自于台湾不同地区的，也有国外的朋友啊，他们同样的为台湾的平安来祝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历了哈，这是一个短的一个分享。好，那接着我们为教会事工来代祷哈，好，我们现在读一段圣经哈，来，我们一起用国语来，但愿。是忍耐和安慰的上帝，使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为使你们同心同声，荣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好，那我们为了教会事工来祷告哈。那为了信徒的灵命更新稳定祷告，单独为主。那为了长子同工的服事跟家庭。也为儿童牧区的亲子礼拜从4月已经开始了，为了一个初信的受洗的弟兄姐妹的信仰，同心合一，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新堂宣教中心的使用与设备的运用，特别我们7月6月开始就陆续会在新堂那边那7月正式那个整个转过去而且是国台语的礼拜的顺序颠倒所以为这些来代祷，同时为教会要推动双福宣教能够有圣灵的大人同在下一页请为了教会门徒训练的推动能落实然后以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那个兴趣小组跟社区的连结，有鼓舞班、体适能、桌球班，还有松大、德福等等。盼望能透过这样，能来赢得失丧的灵魂，也为各牧区的那个小组关怀牧养以及倍增来代祷。我们为了这些你所想到的刚才有看到的，为这些我们一起线上祷告，一起线上祷告。谢谢你。
主啊，保护神，我们谢谢你，我感谢你，我会当做你的儿女，会当来到你的面前来主你来恳求，来献上祈祷。主，你是听祈祷的上帝，你是赏赐恩典的上帝，你是保守看顾的主。主，你的主爱是永远算袂了的。主，我感谢你，感谢你，互阮有这个福分，会当来到你的面前来调记你。并且，阮将阮每一位兄弟拢交托伫你的手里，恳求上帝圣神，你拍开阮的心门，拍开阮的心窍，来领受主你的福音，领受主你的恩典，领受主你的旨意，互阮灵命伫每一天，甲主结连中间，会当更新，会当成长，会当甲主完全的交连。甲主完全的连接，求上帝圣神，你来祝福伫阮每一位同工，每一位会友，互阮伫服侍中间，毋是为了家己，毋是为了某一个人，乃是为了单为了主来服侍主。求上帝圣神来祝福伫阮每一位兄弟，阮每一位同工的家庭工课顶面，伫咧生活中间经历了主你的疼痛，经历了主你大的快乐。我们每一日都有好的见证来荣耀主圣名，保守教会亲子礼拜，伫咧透过亲子礼拜，会当来吸引父母，吸引遮个细囝，互因伫细汉的时阵，伫少年的时阵，就会当领受到主你的疼。互因的生命得到更新，主阮将阮33号2号的心肠仰望伫你的手里，恳求上帝圣神你来保守带领，互阮每一位会友同工拢有智慧，拢会当好好听惜，来保守这个新的会堂，伫所有的设备的运作顶面，会当拢顺利，会当当交成。主上帝，阮将教会要推动的双福的宣教。交伫你的手里，恳求上帝圣神，你讲每一位兄弟弟弟，透过双福的宣教，福利福音，会当引带人来到你的面前，会当引带人，互因的生命得到更新，生命得到救赎。我若将教会门徒训练交托伫你的手里，恳求主赏赐阮快乐，愿意来付出代价，愿意来领受装备，愿意来接受这个装备，互阮有更加有快乐，更加有勇敢，有勇气来为主你来传福音，互阮的灵命来透过接受装备，会当来健全，会当来成长。互阮会当毋是会当脱离食暗糜啊、食牛奶的程度，会当来食大牛，互阮的灵命得到更新。非常地，阮将每牧区甲社区所有的小组，无论是歌舞班也是迄个倒球，也是德福等等。主，阮恳求圣神，你来引带阮的脚步，伫这过程中间，互阮会当来明白主你的旨意。伫过程中间，赏赐阮智慧，会当两项各方面拢会当好的结连，为着是要互遮个社区的朋友透过安尼迄个小组、兴趣的小组，互因领受着主你的福音。恳求主圣神，你也保守阮每一位小组长，每一个牧区的牧友，互每一位小组员，因拢愿意来跨出因的脚步，来突破因的舒适圈，互因会当来领受着主你的引带，看见主你的阳光，看见主你的大快乐伫因的生命中间的运作，互因的生命中间来甲主好结连。阮将这一切所有拢仰望伫你的手里，恳求上帝圣神，你亲自来带领，你的掌权。阮献上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咱继续来为着学生为学生要考试甲毕业生再来带祷好，我们一起用国语来敬畏上主，就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明智。好，我们为了这些学生的升学考试以及毕业来代祷能敬畏上帝，得着智慧聪明不因为课业来停止聚会。为了学生的升学考试代祷在学的课业、身心灵调试，也求神来赐智慧给他们，以及毕业后的生涯规划，不管是升学或者就业好，我们为了这些这几项来线上祷告
谢谢你，主啊，你是慈爱又奇妙的行大事的上帝。主啊，感谢你一路的带领，一手扶持，还有你一直一直的同在，使我们的孩子可以在主爱中，照着你所喜悦的样式，长成出熟的果子。主啊，也透过他们的师长和家人，他们的爸爸妈妈悉心的照顾和陪伴。主啊，他们已经进到一个学习的课业考核的一个阶段。主啊，求你这时候帮助他们，主啊，让他们也可以用开口来赞美你，也可以用欢喜快乐的心来面对这一切。主啊，求你这时候垂听我们为了孩子的祷告。我们相信以赛亚书中的应许，主啊，你说耶和华的灵必住在我们孩子的身上，就是他们有智慧、有聪明、有谋略、有能力、有见识，然后也是敬畏耶和华的灵。主啊，求主为我们的孩子预备那稳定的情绪、强健的体魄，还有饱足的精神，去面对每一个在体力上的考验。不管是考试，不管是课业，不管是学校的运动，所有的活动，主啊，也就求你这时候都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在为孩子在准备考试的时候，主要让他能够清楚明白课纲里面说的内容是什么样的意义。考试作答的时候，能清楚明白，做出合神你心意的答案，让神你的灵引导我们的孩子。主啊，在选择人生的道路上，主啊，有主你的话成为他们脚前的灯，道上的光，做出合神你心意的决定，也让每一个孩子能够做出一个合他们性格、他们志向的道路，让他们成为这个社会有用处的人，对旁人是有帮助的人。主啊，谢谢你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如此感恩赞美，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要邀请各位大家一起再次的站立，我们要继续的邀请圣灵再一次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亲临来，自由运行这地，圣灵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流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生命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在你宝座前，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是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谦卑的来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哈利路亚，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圣灵，请江河流啊流，自由永流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生命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圣灵的江河。圣灵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流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生命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欢迎你。
们欢迎你，圣灵，我们再一次来说，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弟兄姐妹，我们要为我们的肢体的身心灵来代祷，我们一起用主的话语来宣告说：我儿啊，要留心听我的话，侧耳听我的言语，不可使他们偏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找到他们的，就找到生命，得到全身的医治。神的话是我们医治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力量一个帮助。我们恳求主来帮助这些要建立新的家庭俊心是没有信主的那义进是志香弟兄的女儿，然后在6月3号在教会来举行婚礼。他们虽然已经登记结婚了是因为政府的这个法律，然后那我们也让他们在神的面前能够领受这样的一个赐福特别我们长期为这些年老体弱的弟兄姐妹我们特别祝福他们让他们经历到神的同在，神的保守，让他们在虽然年老，但是他们的信仰生命并不跟神有这样的一个太大的远离我们也为了这些的特别是癌症，他们在做一些的疗程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真的去探望的时候，他们真的很虚弱了但是他们说牧师快坚持不下去我们特别是为秀芬姐妹了还有吕美惠那我们恳求神来真的是让他们在那种患难困苦的当中，知道神还是保守他们那特别为了这些长期在面对慢性病或者是需要做一些的复健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恳求神来医治那来带领他们很快的脱离这样的一个病痛那有的已经有出院在场的我们也特别是为美秀了美秀来祝福记得在圣保禄急诊那时候，医生已经开病危的通知说随时要插管，肺部的功能已经大概剩下20%而已了感谢主他可以在我们当中可以一起来祷告我们恳求神医治的大能，完全的恢复他的呼吸系统，他的肺部能够那个功能能够完全得医治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恳求主医治的大能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哈利路亚，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施恩赐福特别是我们在整个病痛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有这些劳苦重担，我们恳求神医治的大能。主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奇妙的医治，奇妙的作为就临到这些弟兄姐妹的身上。主特别是要结婚的这些新的家庭的，你给他们有这样的产业的主奉你名来祝福这个家庭，特别是俊心，让他在这样的一个结婚礼拜当中，让他遇见神呢，知道唯有神你是福，唯有神你是他们幸福的一个管道，是一个源头。主我们奉你名来祝福，让这些在年老体弱病痛，特别是在癌症的这样的一个痛苦当中在疗程的痛苦当中，主你带领他们走过那死荫的幽谷，主带领他们走过那个煎熬很难撑下去的，神你与他们同在，你扶持他们主你怜悯他们让他们能够经历到神你的医治，你的供应主在那种面对死亡权势的威胁的时候，主你给他们有盼望，给他们有永生，给他们有能力，给他们有医治。谢谢主，主我们将这些肢体，我们感受到他们的痛苦，我们也为他们的康复来感谢。谢谢主，谢谢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透过婚姻建立家庭，传承你的信仰，传承这样的恩典。愿你来赐福，特别是为了尽心义尽这对新人来祝福他们。没有信主的，在
结婚的礼拜当中，让他们知道唯有神是赐福的源头，就让他们幸福的源头。主啊，我们恳求你施恩赐福，在6月3号那一天，神彰显你的荣耀，彰显你的同在。主，我们也恳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特别为了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患难困苦、在病痛的当中，特别我们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在这个疗程的过程当中真的是非常的辛苦。主啊，在他们软弱当中彰显你的能力，彰显你的医治，彰显你的同在，彰显你的安慰。主啊，我们看见你奇妙的作为让在医生说的病危，但是神你就医治，神你就供应，神你就带领，神你就复兴让你的医治是完全的。主啊，我们特别也为了邱文长老他在这样年岁高的过程当中透过手术能够完全得到这样的医治，在术后的恢复，求你也帮助他们。所以我们恳求你特别眷顾这些面对癌症这些的这些的弟兄姐妹。主啊，你知道他们好辛苦，你知道他们在整个疗程的过程当中几乎软弱无力，几乎有时候快要放弃，但神保守他们，看顾他们，让他们永不放弃。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为这些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主啊，彰显你的怜悯，彰显你的慈爱，彰显你的医治的大能，释放他们，让他们灵魂体得医治，让他们灵魂体得兴盛。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再来宣告说：耶和华要行大事，在你我的当中，在弟兄姐妹的当中，我们要一起来经历他奇妙的作为。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铺张云彩当遮盖，夜间使火光照。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在干旱之处使水流成河。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用欢呼来诉说他的大能，要依靠他我们看到神的大能就要展现在他预备的时候，我们看到说福音初期，大家在担心害怕，或者说连我们的这些同工们都晚上说睡不着觉。我只说你就找一个人，陌生人，然后为他们就是邀请他们说什么，说祝福台湾平安就而已，然后赠送祝福卡给他们，就这样。但是当他们在软弱当中他们都完成了至少100人以上有的是一群这样我们感谢主我们要来诉说神的大能。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铺张云彩当遮盖，夜间使火光照。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在干旱之处使水流成河。我们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命令狂风止息，他波浪就平静。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张开双手，我们就得保住。我们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
会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主所带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白手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主，我们依靠你就能够施展大能，因为你将圣灵赐给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能够勇敢地向人分享福音的好处。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经历到你是眷顾我们的，让我们经历到你是供应我们的，让我们经历到你是顾念我们、保守我们、保护我们出入平安的主。谢谢主，感谢赞美主，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将平安赐给凡敬畏你的人、寻求你的人。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赞美主。好，我们彼此来祝愿主的平安与我们同在，请坐。